NASA 和其他航天機構已經制定了應對潛在小行星撞擊風險的通用框架，但鑑於撞擊概率低0.037%，且持續時間長，目前尚無專門鉗對貝努2135年飛掠或2182年可能撞擊的具體、公開詳細的應急計劃。不過，根據目前的行星防禦策略以及 NASA OSIRIS-REx 任務的洞察，以下是貝努應急計劃的概要：持續監測和完善軌道。美國宇航局近地天體研究中心 NEAS 將繼續使用地面望遠鏡和雷達追蹤貝努，特別是在2037年飛越期間，以進一步優化其軌跡。OSIRIS-REx 的數據已經減少了有關貝努到2135年路徑的不確定性，未來的觀測將明確它是否會走向引力所恐。影響風險評估。如果2135年後的觀測表明貝努將在2182年發生碰撞，科學家將使用先進的模擬技術，模擬精確的所恐通道和撞擊概率，並考慮雅科夫斯基效應、太陽熱量產生的微小推力等因素。巴勒莫風險等級表和哨兵風險表將進行更新，以優先考慮貝努相對於其他近地天體的風險。編纂任務規劃。如果出現可信的威脅， NASA 可能會在2135年至2182年之間的47年窗口期內部署編纂任務。雙小行星重定向測試 DART 2022以證明動能撞擊是一種可行的方法，可以改變小行星衛星的軌道。類似的任務可能會使貝努偏離軌道。到2135年，可以考慮採用其他技術，例如重力拖拉機，利用航天器的引力，或激光消泄，這取決於技術進步。國際協調。美國宇航局將通過太空任務規劃諮詢小組 SIMPAC 與歐洲航天局、日本宇宙航空研究開發機構等機構合作，共享資源和專業知識。如果風險升級，聯合國認可的國際小行星預警網絡 IWN 將通知全球利益相關者，確保統一應對。公眾溝通和準備。如果編纂失敗或不可行，民防措施將在接近2182年時制定，包括鉗對潛在撞擊鉤的疏散計劃。貝努的大小約為490米，表明其將造成區域性而非全球性的破壞。正如美國宇航局行星防禦協調辦公室所強調的，透明的溝通旨在避免恐慌，同時讓公眾了解情況。鑑於貝努的低風險和較長的準備時間，目前的努力則重於監測而非主動干預。OSIRIS-REx 的數據不斷提升我們的理解，而像 DART 這樣的任務中測試的技術為未來必要時的編纂奠定了基礎。如果你想了解更多關於這些步驟或相關技術的細節，請告訴我。